真理，活出真理，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们。今天我们所读的福音书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整段福音都围绕着洁净、不洁净的问题。请注意，这个不是卫生的问题，是指着一个人在上帝面前是洁净的，是不是被悦纳的问题。那整个争辩的导火线是耶稣的门徒在饭前没有洗手，就遭到批评跟攻击。耶稣就趁机教导什么是真正的洁净。而这段圣经里面，耶稣面对不同身份的对象，首先是对法利赛人跟祭司，就文士，他们观察耶稣跟他的门徒的生活，就提出攻击，所以耶稣就做答辩。第二部分是耶稣教导群众，接着耶稣进入房间里面，对他的门徒教导。好，所以我们这段圣经，我们就来看，我们首先来看耶稣怎么去反驳这些法利赛人。耶稣因应法利赛人对他的攻击，耶稣就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用对于律法的见解来攻击我，而我就用上帝的律法来回应你。意思就是说，你用的是法条的见解，我用的是法条本身，这样了解吗？好，你用的是甲说、乙说、丙说、丁说，那我用的是这个律法的原意，这样子，所以来反驳。然后呢，耶稣说：“你们这些人呢，指导核心，说你们的问题是出自于你们本身，就像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你们用嘴唇敬拜上帝，心却远离上帝，所以你们是假冒为善的人。假冒为善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你们是逢场作戏的演员呐。你们这些人是戴假面具的啦。你们真正的问题是忘恩负义，很自私。然后呢，耶稣就举出实际的例子，了解吗？耶稣讲的是抽象的，好像高来高去，但是耶稣讲出实际的例子。耶稣这一回合，耶稣就讲出来，讲什么例子？来，你们知道十诫是最重要的，十诫里面第5诫当孝敬父母。结果呢？你们为了方便行事，当孝敬父母。当你的父母年轻的时候，在你幼儿的时候养育你、教育你，然后呢，一生指导你、照顾你。当他年老的时候，犹太人一年老的时候，就把产业都给儿女。换句话说，他就变成老人家，变成无产阶级。当老人家在年老的时候，孝敬父母是上帝的诫命，你应当把供养父母、尊敬父母，当作是你敬畏上帝的心，这样来。结果呢，他说不，我虽然敬畏上帝，但是我爱我父母，无爱无父母，但我更爱上帝，所以我把我给父母的钱，我拿去奉献了。荒谬！换句话说，我不是不爱父母，我更爱上帝。哇，这个讲的那个属灵的大话。所以他说我做了割耳板，其实呢，对不起，他的钱没有捐出去，没有。为什么？因为割耳板是什么？割耳板的意思就是我生前把我的财产怎么样写下切结书，说我死了交给上帝。这样了解吗？请问他交出去了没？没有了，还没死啊！所以年老父母的贡献金，请问在谁的手中？在他手中啊，他要自己用啊，他没有给父母啊，他假冒为善，所以他们把承诺财产给上帝，用这个借口逃避供养父母的责任，而披上宗教敬虔的外衣。实在是，所以耶稣就把他们揭发了。好，
我们从这段圣经，我们来学习2个重点，其实有3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我们要来分辨上帝的诫命跟人的传统，分辨上帝的律法跟人的传统。好，我们首先要了解旧约里面的律法有3种，第一种叫道德律，第二个叫饮食律或者民事律，第3种叫做礼仪律。这3个律里面，其中耶稣基督在我们新约里面，耶稣基督再三讲的，要我们遵守的是道德律。耶稣把道德律浓缩成2条，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第二个是爱人如己，所以这个是道德律，是不能废的，10诫不能废的。耶稣基督在4福音里面讲的，都是把10诫的真理发扬出来。但是饮食律呢？请问现在基督徒可不可以吃酸辣汤？酸辣汤里面有红白豆腐，你白豆腐吃了，红豆腐跳出来。红豆腐你知道是什么吗？就猪血了。那请问基督徒可不可以吃鳗鱼？鳗鱼因为没有，请问鳗鱼有没有鳞？有没有刺？旧约里面不能的。其实饮食律在新约里面答辩过，只有这些我们基督徒不再遵守了。但是饮食律对以色列来说是代表他们身份、他们人生的定位，他们就是跟人不一样的。所以我以前一出国，我都订什么餐？订犹太餐。那犹太餐就是吃犹太人的那个食物。OK， 第3种礼仪律，请问我们要不要遵守礼仪律？旧约有号角，我们要不要吹号角？类似这个，我告诉你，礼仪律里面耶稣的十字架死而复活已经取代了。取代了以后，那请问基督徒要不要过？要不要做这些？其实很简单，教会里面初代教会就辩论过，然后到了宗教改革又辩论，有2派，一派是圣经有的我们才可以做，这是加尔文说的，所以加尔文只唱诗篇其他任何歌都不可以唱。那马丁路德是说，圣经所有反对的都不可以唱，没有反对就可以唱，这样了解吗？所以马丁路德就把把那个德国的民歌拿来唱，然后就谱曲，然后就这样子。请问可不可以？你们知道《Amazing Grace》奇异恩典？请问那是什么？那是美国的民歌啊。那马丁路德很多有名的歌，那个基督是我坚固保障，那是德国的民歌啊。他说只要民歌里面能够用属灵的放进去都可以唱。那请问你现在基督徒到底是？知道吗？圣经上有没有反对吹号角？没有啦。吹号角好不好？后面的属灵意义好，就这样我们就可以接受了，了解吗？还是你要真的圣经上没有的不可以？那圣经上有没有冷气？基督徒不可以装冷气。所以有一个族叫阿米许，有没有听过？阿米许这一族不是阿美族是北美宾州的那个阿米许。他们有一个电影叫《证人》，就在演他们。他们真的不坐车，因为耶稣没有坐过车，所以他们就骑马。他们也不用电，因为耶稣没有用电。这个照字面这样子活得很辛苦。好，那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应该宽阔的。基督徒只要不要涉及拜偶像的，不违反10诫的，不违反爱神爱人的，都美好。这样了解吗？好，所以我们比较偏向什么？我们偏向那个马丁路德的见解。所以我们要来分辨上帝的诫命。上帝的诫命我们要注意圣经上讲到上帝颁布诫命的目的，是要我们着重律法的精神。因为上帝的诫命是为了人本身最大最长远的利益，所以十分注重这个律法的精神跟守法的精神。所以申命记把律法视为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他们能够存活的条件，也是他们能够进入迦南地的要件。所以遵守上帝的律法，就显示了我们的智慧跟见识。申命记4章6节。所以把守法的精神跟智慧连接在一起，真正的智慧
就是选择认识上帝的旨意，并且真正的果断，就是勇敢的去遵行上帝的旨意。真正的美善是把上帝的旨意内化在我们心中，所以圣经上讲的，上帝要我们守律法是为我们的益处，不是要惩罚人。当人不守律法的时候，不是上帝惩罚人，是人自己在惩罚自己。所以生命的法则都是为了守法者的利益，而不是为立法者的光荣。那个自由肉体，是因为万有引力的法则，植物生长要靠阳光、水跟空气，这些都是生命的法则。这些生命的法则，如果你遵守，所以我们的植物就可以长得很美。行事为人也有法则，家庭的和谐、教会的进步、世界的和平，都有颠扑不昧的金科玉律。这些上帝所给我们的，所以就好像中庸所讲的“天命之谓性”，是这个来自上天的这些人的本性。所以圣经把这些放进我们的心中，使我们敬神，然后呢爱人，使我们活得更美。所以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怎么样？更丰盛。”那人的传统怎么来的？人的传统，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对于律法大发热心，这我们要承认。他们对律法大发热心，这是他们的使命感，也是他们生存的意义。他们所阐释的律法，认为是拯救以色列人的核心价值。真的，所以他们的用意、他们的动机都非常的美好。那为什么有很美好的动机，却做了很奇怪的事？有没有这种事？有啦，对不对？这个叫爱之是也，害之也。因为他们怕人家对律法那个越雷池半步，踩了律法的禁区，所以他们就努力在律法外面筑墙，免得有人进去，没人这样子。所以这是他们拉比的共识。请问这样子好不好？好不好？譬如说安息日不可以做工他们就把它规定安息日可以走的路。譬如说安息日可以走9900步，那请问如果我安息日走到5000步，请问我回得了家吗？因为我再回来只能走4900步，那离我家还有100步，我就在门口说对不起，我不能进去，因为我的扣打用完了，了解吗？那我就要在外面过夜，因为安息日不能了，除非我家人就把我扛进去。这个是很荒谬，他们就是这样子，怕你越雷池半步。所以耶稣说：“你们这一些人在律法上筑墙，然后呢，有一些人就又在筑墙，把人都困住了。所以耶稣说：你们能说不能做，把难担的重担搁在人的肩头上，自己一根指头也不做。所以这一些人就公然反对耶稣。耶稣说：你们反对我，你假冒为善。举个例子，他们说安息日不可以救人呢。”可是他家的羊掉到粪坑里面，他会抢救起来，看到没有人就抢救起来，然后把它洗干净呢。请问这是不是工作？救人就不可以呢？耶稣说，人的生命比羊贵重多了，人怎么可以不救呢？这假冒为善。好，他们就用古人的传统。为什么古人传统？原来是他们把律法就解释，然后就又解释，然后以后呢，他不教律法，教解释的解释。这很像什么呢？我有个朋友，他累了一只兔子，他就把兔子送给一个朋友。好，那个送给那个朋友以后呢，他说：“你不要好好吃。”结果他的朋友，他就跟他朋友讲说：“我有个兔子送给我的朋友。”他的朋友说：“真的哦？”他就去他说：“我是你朋友的朋友，请你跟我分一杯兔羹。”都给他汤喝。然后呢，第二天又说我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又来了，我的朋友的朋友，就来了30几个人。最后他给他一杯水，他说：“你怎么给我一杯水呢？兔子汤，兔羹。”他说：“这是兔子汤的汤。”最后说一杯水，他们就教这些没营养的，那核心呢？了解吗？他们教这些很像中国古代的那个经中国的那个6经或者5经，经解释经的是什么？传嘛，对不对？春秋是不是经？所以解释的就是传，有《谷梁传》《公羊传》，对不对？解释传的呢叫什么？
叫住啊，解释住的叫书，解释书的叫什么？我说他一直穿了一堆外衣，结果传给人家是外衣，里面的核心没有。所以耶稣呢就说：你们这样子搞错了啦，本末倒置了啦。我要请你吃的是羊肉汤啊，羊肉啊，结果你吃的是汤，最后是白开水。好，举个例子，饭前洗手，这个是洁净礼。这洁净礼是给什么人？是给祭司啊。祭司什么时候？祭司也不能整天洗手啊，那变成强迫症。祭司是在公职的时候，他要用水洗涤他的手跟脚，出埃及记30章18节。然后呢，这跟平民无关，表明说我这祭司是神所分别为圣的，所以我要洗这个手，代表我来献祭，要守节心清，用外在的行为表达我内心的敬虔。所以他们说：这个好，这个祭司就好，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用。所以他就把这个适用范围无限上纲，变成所有人都会用。那本来是祭司献祭要用的，他变成吃饭也要用，了解吗？从外面进来也要用啊，到那个人家里做客，你们不是有6口10缸吗？也要用吃饭什么都用，弄得无所不在，就一直洗手。所以难怪全国都得了强迫症啊！这样子，这无限上纲啊！其实耶稣没有不尊重古人的传统啊，他只是不希望你们这些玩弄字法条啦，而忘其中的精义啊。所以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他就重新定义这个洁净律。他说洁净跟不洁净的区别，说上帝悦纳你洁净不洁净的区别，是不在乎你洗手啦，是在乎你内心有没有洁净啦。所以说，从外面的出来不能污秽人，不能玷污人；从里面出来的，你里面的恶念才会污秽人。这样子了解吗？所以耶稣基督就把律法跟古人传统做一个分别。这样的话，我们在教会也这样分别啦。我们在教会教导要理啦，结果他们把那个细节、把亮光当作真理在教导，这样了解吗？浸信会要受浸才可以，然后浸信会要受浸，那请问受浸是往前倒还是往后倒？就分2派，往前倒了一派，往后倒了一派。然后呢，有一些说不行了，往前倒还要怎么样？奉父子圣灵的名，要圣父、圣子、圣灵浸3次，再拉起来。这个你们不是一次的不属灵，我都昏倒啊！那个圣餐啊。圣餐要大杯还是小杯？圣经上说要同饮一杯，所以只要喝1杯。你们分小杯的不行。大杯的呢，到底是要同饮1杯，完了可不可以擦？这样不行。弄得好复杂啊！重点是纪念主啦，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了。怎么弄得他们这个，对不对 ？OK。所以请注意，我们要注意信仰的核心，爱神爱人。而不要注重细节啦，不要注重细节。好，第2方面我们来认识，耶稣没有否定律法，是成全律法，而且他成全律法是要我们从心里发出来遵行律法。耶稣说：“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直到一切都实现。”马太福音5章17节到18节。所以耶稣强调最重要是上帝的律法，而且耶稣对这个律法做一个最精准的解释，就是爱神、爱人、爱人如己。所以耶稣的那个讲解了以后，所有拉比都愣住了。他说：“哇，耶稣怎么那么厉害？把生命记的精华，将利未记的精华，对神跟对人的责任，跟对人2个合在一起。所有律法书听了以后都吓倒了，以后不敢再去问耶稣，因为他们说我们这些人精读律法这么厉害，我们竟然没有办法把这个最核心抓出来。耶稣的精彩在这里。好，所以从那个洗手的洁净跟食物的洁净，耶稣基督真正要谈的是心。所以律法不是一堆包装精美的装饰，是真正要讨上帝的喜悦，是直指内心。所以圣经上所谓的心，不是心脏的意思，是指着我们心智、情感、
意念的源头，它管理人的意志，也管理人的情绪，是人跟上帝交往的枢纽。所以，我们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是指的这个。所以，耶稣的用意不是要废掉律法，反而他重申历代诸先知里面所强调的，外表的敬虔应该配合内心的忠诚，这两件事情产生心口协调，表里合一，前后一致，在人前在人后都一致，而不要戴面具，然后装假敷衍，然后这很奇怪。我们华人最会表演了，那表演艺术都是亮出虚招，隐藏实招，其实乱手花招。讲话到底讲真的假的？你知道那个苏格兰的宣教士来台湾哦，他说他来台湾40年才听懂，人家要请他吃饭到底有没有真正有没有煮啊？来吃饭来，我煮好啦，好啊，咱煮好啦，进来啦，啊进去我说什么菜都没有，人在给无伊呀。他说听不懂 gay 而已，他听得好辛苦。外国人说请你吃饭就真的请你吃饭，不方便的话，人家说对不起，陈弟兄，他以前都跟我讲，陈弟兄，我们很想请你吃饭，但是不方便，因为我太太身体不好或者什么，或者我们不想请你，就这样讲呢，真的很直白呢。你们知道有一个人叫曹庆弟兄吗？就专门喜欢爱植物人那个人，爱植物人的那个创世纪那个。我在大学的时候去他们的他们做志工，他做完了好累，全身都猪味道，然后完了快2点了，到他家，然后经过他家，他跟我讲说：“陈弟兄，我实在很想请你吃饭了，可是我太太看到外人不熟了，她就很生气，所以我没办法请你，你自己回去好了。”我就自己回去了。他讲话很直白，我觉得这个很可爱，这很真诚不是那个虚假的表面敷衍的。所以耶稣就提出了一个清单。他说：“一切会污秽人的是恶念，如淫乱、偷窃、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邪荡、嫉妒、毁谤、骄傲跟狂妄。”他讲的12项，前面6项是指着行为是多数的，后面6项是单数的，是指着里面的什么意念。所以恶行跟恶性做对比。那恶行表示我们常常会犯的错，因为我们内在的淫念，外在的奸淫乱，这样了解吗？这是里面的贪婪外面的什么偷盗里面的恨人，外面的杀人。所以这2方面，所以耶稣基督说，我们不但要对付我们的恶行，也要对付我们的恶性。请注意，我们现今的文化。我们要听这一段重要的话语，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文化告诉我们，我们要尊重我们的感受，同意吗？不要去控制我们的感受，我们要 touch 我们的内心，我们要随着我们内心的流动，我们要心想事成。我以前每次在东吴大学的那个新年的时候，这个学校的1级主管那个各院的院长起来讲那个新年祝福的话，我听得都毛骨悚然。我就一直摇头。他们说：“我祝福你们心想事成。”这个好不好啊？好可怕呢！我心中有意念，心想事成，那还得了？了解吗？我心中有贪婪，心想事成，所以不应该是这样子。现在的人说你要追随你内心，我要内心的感动，我顺着内心。你内心里面是焦虑，所以我就对你催逼，了解吗？我内心里面忧虑，我就做主你。我内心里面仇恨，我就骂死你。那怎么可以呢？不节制。所以说，圣经上说，你要切切保守你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要保守你的心呐，对不对？所以那个诗篇42篇的作者说：“我的心呐，你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呢？为何在我里面忧虑呢？你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们有躁郁之心，没有错。但是要把我们的心引向上帝，让上帝来约束我们，让圣灵来管理我们。现在人歌颂自由跟选择，强烈的抗拒要约束，所以现在人认为 EQ 呢，就是什么随性。台湾有一个人最喜欢讲那个什么快意情仇
他写的自传里面都写的快意情仇，好像觉得他这一生淫乱是很光荣的，然后这一生报复是很光荣的。那个人就整天骂基督教。前几个月死了，我看他传记，我觉得这里面是充满了仇恨，但什么意义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做另外一番功夫，就是今天第3点，洁净于我的关键是如何洗心革面。有一个牧师问说：“你喜欢住在一个邻居都很有良好的习惯，态度友好，不吵不闹不喧哗，也不侵占你的地盘另外一个是心地善良的，请问你要跟哪一个做邻居啊？了解吗？到底你要娶一个外表非常美、端庄可爱的做妻子，还是娶细心、体贴、相敬如宾的丈夫，或者什么？还是找一个心地善良的？意思是说讲白一点你要嫁给那个，你知道有一个小说叫《笑傲江湖》嘛？你要像林宗这样嫁给那位那个令狐冲的师傅叫什么名字？我忽然忘记了，还是要嫁给令狐冲令狐冲这个人哇，那随性什么，心地好，可是行为实在有够糟但是好，还是要嫁给他的老师类似这种假冒为善的人。我们知道有些人外表再好，也不见得里面有一颗善良的心，所以我们成语里面有很多人面兽心，有没有？知人知面难知心，笑里藏刀口腹蜜饯，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有没有这种人？你在教会里面有看过有一些人，圣经不离手，哈利路亚不离口，感谢赞美主不离口，然后他的行为让他吃不完兜着走，有没有这种基督徒有啊，对不对？每次的哈利路亚，感谢主，阿们，每次看到我就抱着我，哈利路亚，什么，然后背后就下毒手，有没有这样的人太多了啦。所以上帝经常说，耶和华不像人，人是看外表，上帝是看内心。上帝看内心，所以上帝是鉴察人心肺腑的。可是现在人是喜欢做假冒为善，假冒为善现在没有人在讲这句话，叫做很善于包装，勇于广告，很会包装又很会广告，而且呢很会有表演艺术。所以我以前在那个东吴的时候，他们都劝我：“牧师你怎么不染头发？你在大学生里面白头发看起来好老 ，LKK 很落伍了。”我说：“我不可以染因为我怕蒙了不白之冤白头发。”所以那怎么办呢？其实耶稣说外表没有那么重要，内心才重要了。因为内心决定一个人的生命的高尚或者败坏，外表的东西不会污秽人。好，所以我们来谈一个中国有名的成语，叫做“洗心革面”。洗心革面这个成语是来自2500年前，中国的经典里面有一个叫做《周易》周易》。周易的那个革卦里面说，其实是易传，易传是对周易的解释。洗是清洁、洗涤的意思，心是指的心灵，革是改变，革面是指的外表的态度跟言语言行。洗心革面的意思是彻底的悔改，洗净你的内心，去除你的邪念，然后呢，除掉你的恶意跟恶念，进一步你就再从内心出发，去更新你外在的态度跟言行，整个人内外都改变，这叫洗心。革面那就不一样那个圣人洗心，圣灵注重我内心里面的洁净。所以中国人那个诚正、诚心正义，先从里面做起，然后呢就过来诚正，过来就修身齐家，对不对？治国平天下的意思。所以从里面出发。小人革面呢？圣人洗心，小人革面。小人革面的意思是，小人内心仍然邪恶污秽，没有改变，但是他外表呢装的怎么样？
彬彬有礼。外表的颜容跟态度的言行来欺骗别人，他来适应环境，看起来像君子，其实是伪君子。伪君子里面的污秽，他外表光鲜亮丽，可是他里面的污秽像毒蛇一样，随时会窜出来伤人，最终是害自己。所以耶稣说，这种假冒为善的人，是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是死人的骨头跟一切的污秽。这个社会后的教会，如果由伪君子来掌控，伪善者当道，那必然是黑暗笼罩，邪恶横行。所以今天重点是耶稣要我们洗心革命。耶稣关心的是我们全人完整的人，不只是关心我们外表亮丽光鲜，更注重我们的内心的洁净，关心我们全人得医治。所以耶稣才会说，外面的恶行要改，要先改里面的恶性。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用圣经来洗心，用上帝的话语来洗心，求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去除一切的污秽。所以，洗心革面就是洁净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的内心光明、美好、亮丽的内心出来外在的那个。所以我们其实卫理公会跟圣公会每次的主日崇拜以前的会前祷文有一个很有名，我以前在这里牧会的时候有，叫做求洁心祷文，不晓得大家还记得吗？求洁心的祷文就是说，每次要来崇拜以前都祷告说，全能的上帝，凡人的心在主面前无不显明，心里所羡慕的主都知道，心里所隐藏的也不能隐瞒主。求主的圣灵感化我们，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叫我们尽心爱主，恭敬归荣耀于主的圣名。这都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们。其实这个洁心祷文应该是我们随时都这样祷告。这个是来自什么？来自诗篇19篇的最后一节，都耶和华愿我们头脑的心思、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主面前蒙悦纳。我们一起祷告。主，求你恩待我们有分辨的灵，知道怎么样分辨上帝的话语、上帝的旨意跟人的意见。主啊，帮助我们分辨真正的教义、核心的律法的核心，爱神爱人。不要让我们只注重外表的亮光。主啊，恩待我们，让我们在真道上合一，而不是在亮光上合一。主啊，恩待我们，也帮助我们真正每一天都能够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的真理，使我们能够洁净。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阿们。